通常咧皮脂腺咧會分泌出脂肪性嘅皮脂嚟保持呢個肌膚嘅光澤。皮脂分泌過多或者係排泄唔通暢咧，就會堵塞毛孔嘅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如果你啱啱清潔得唔係咁啱啦，啲灰塵同埋啲邋遢嘢咧黏連嘅話咧，就會使到呢個毛孔堵塞，造成皮脂排出困難。又喺呢個時候咧，細菌啱啱侵入呢個皮膚嘅話，就好容易造成發炎，形成我哋所謂嘅青春痘啦。咁除咗成日發生喺面部之外咧，亦都喺胸部啊、背部都會發生㗎。青春痘嘅發生咧，通常係同青少年階段體裏邊嘅激素分泌不平衡有關，亦都通常同飲食有密切關係㗎噃。例如咧，你食得太多高脂肪食物或者係油炸嘅食物，都會導致皮脂腺分泌過多油脂，引發粉刺同埋青春痘㗎。我哋建議你補充鋅咧，能夠促進膠原蛋白嘅合成，幫助改善粉刺同埋痤瘡。充足嘅鋅咧，亦都係有助於傷口嘅愈合，避免皮膚受到感染而發炎㗎。我哋仲建議你補充維生素 A。維生素 A 咧有調整表皮同埋細胞新陳代謝嘅作用。咁充足嘅維生素 A 咧，可以保持皮膚濕潤而唔乾燥、光滑又有彈性喎。咁咧係可以保護皮膚唔會受到呢個細菌嘅侵害，同時咧仲能夠增強皮膚細胞免疫力，有助於預防同埋治療粉刺、痤瘡㗎。生青春痘之後咧，應該注意多啲食蔬菜同埋水果，飲多啲水，唔好食油膩啦、辛辣或者係太甜嘅食物，可以適當咁樣食一啲苦瓜啦、黃瓜啦、蓮藕、冬瓜等等具有清熱作用嘅食物，係有助於改善肌膚狀態㗎。同時咧，油性皮膚咧就要做好日常清潔啦，建議咧係選用一啲溫和型嘅潔面產品㗎。今時今日保命要緊啊，保持營養均衡，疾病拜拜。記得點讚同埋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喎。